号2岁小男童恩恩确诊死亡。恩恩的爸爸要知影等无救护车的81分钟的真相，所以申请要来听报案的记录，甲政府反向联络的记录。到伫昨日，到新北市消防局来听这个报案电话录音，也毋过有网友来指控，讲消防局是以假报案的方式来表演勤务指挥中心的现场，互恩恩的爸爸看。恩恩的爸爸讲，伊知影了后拢共去，感觉真意外。另外，恩恩的爸爸今仔日伫咧面册发文章来痛骂讲，1922用143分钟，才甲伊的救命的需求来转嫁，讲地方政府失能，中央的1922嘛无及时发挥功能，伊无法度接受。然后下晡啊，才去消防局听录音档，配合半暝啊，温温的爸爸伫咧面册搁一摆抛文，讲看到家己去消防局现场了解环境的时阵，有安排无语的代志，会感觉震撼。是南亚分队也假装了火警，制造混乱。北海也说是在还原模拟当时的情况。市长怎么看这件事情？会不会做惩处？我支持出生入死的消防弟兄。捍卫他们的清白跟尊严。我们最主要是要还原在疫情期间我们19事实上是报案是非常多。温温的爸爸伫咧面册，搁一摆要求，希望当摕到反向通联的录音，想要了解消防局和卫生局的电话记录。5点38分，伊第一摆卡1922想要找中和卫生所；5点59分，第一摆卡19；6点08分，第二摆卡要去1922，讲19消防局找无中和卫生所。温温嘛已经昏迷。6点25分，消防局联络卫生局，等要25分钟。1922服务专线是伫咧8点44分转送案件去北区管制中心，搁等12分钟，伫咧8点56分才找到新北市卫生局。1922反向联络，为第2通通知昏迷开始，等143分钟，温温的爸爸就讲当地政府失灵，等袂到救护车，中央1922嘛毋知影是伫咧变啥梦。希望可以提供横向通联的录音这部分我要细节的部分，我请消防局来跟你回答，好不好？能够提供的，我们一定会提供。那相关不能提供的，已经有相关的规定。报案的真假是假，无人解说。新北市府各方表电话、音档拢总有8通，有3通互抽掉。我们掌握到的消息是，市长是做了这个决定，会彰显新北市政府卫生局疏失，也就是新北市消防局回电给恩恩爸爸、妈妈这些电话的这几通译文。他们不提供，绝对没有这种事实。真相到底是啥？对失去亲人的家属来讲，想要知影通报情形和记录，敢真正有法歹瞧？好，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